一、二、三，想要乌鸟海角天边，想要像风落倒归暝，才知人生一出戏，人情愈钝愈无味，无应甲袂去看天顶星。偌久毋捌欢喜过年，偌久热情无带伫身边，定定惊醒伫半暝，予一日甲袂喘开。遐打拼毋知为虾米，细汉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怎样落过天的冷叽叽？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啊，同学敲碗已久的江蕙的老歌啊，来爱做梦的鱼啊，这首歌呢真好听啊，而且呢在演唱、做歌、做词呢拢是咱大家足熟悉的人物啦爱作曲是鼎鼎有名的周杰伦，真的是都懂了作词呢就潘协庆啊，原唱大家有听到，我刚刚介绍了一下他的歌曲，不好意思，岳云老师唱的不好啊，不如江蕙啊，那但是只是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同学敲碗已久，虽然是老歌呢，希望老师来教唱，没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歌来。我们看一下左上角，E 等 C， 就是告诉我们这首歌是 C 大调。既然是大调，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音，最后一个音底下叫虽然酸苦味，虽然天下真正不是拉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哆，最后一个音是哆啊，真正是大调没问题啊。吹的 C 钢琴 C 的这个音来，我们看一下，错边了，这边才对。钢琴 C 的音，这个音的哆的加啊 ，C 的这个音个短的给它弹什么？唱哆就对了啊。一啊，这个音啊，这个是哆大调 C 大调的歌曲啊。来，那它的哆，那隔壁呢？隔壁就 re 啊，咪发嗦拉西，这里有一个哆啊。同学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两个哆啊？当然，这是中音的哆，而且头顶上有个点红点，一个点点，这是高音的哆啊。这样子呢，从哆到哆就叫做什么？叫做八度音啊，不是八度腰了是八度音哆来，你用镜头算哆瑞咪发嗦拉西，我数到隔壁哆，是不是8个音？对，所以叫做八度音。好，来，我们回到这个钢琴这个课本上面来。这首歌是 C 大调40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0脚底下没有线1拍，这个嘛1拍，这个嘛1拍啊，加入3拍，对不对啊？这个嗦脚底下有1拍，而且它还有个点它是低音的有一条线，那就是半拍，对不对？哆啊，这个嗦半拍，哆也半拍半拍加起来就1拍，所以1拍2拍3拍4拍，果然一个小节有4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音呢是嗦比较低的，嗦哆嗦瑞瑞哆咪瑞嗦，来嗦哆，后面还有一拍嗦哆嗦瑞。这个前半拍呢还要再拖长半拍才瑞所以这里教这个的这个仔呢歌仔戏的仔，这个是后半拍，嗦哆二嗦瑞二瑞哆咪咪瑞嗦嗦，来我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就是这样，可是事实上这个瑞这个不清楚的 re 不用唱，不清楚的咪不用唱，不清楚的 so 还是不用唱，而且上面有一条弯弯的线，连接线把它连起来，所以后面不用唱。来，
从头嗦哆嗦瑞瑞哆咪瑞嗦，我久想买来想买，对不起，我念错，来想买后面还有一拍想买二哦交二啊快加二天边二，哎，我数二的地方是这样，这个哦叫是前半拍后半拍啊，这个呢后面还有连的一个前半拍，它的后半拍在啊，对不对？想买哦叫二啊个啊，这个啊来海角二天边二，好来，我把二都省起来了哦，来想买哦叫啊海角天边咪啦。咪西拉哆瑞咪咪拉咪西拉哆瑞咪，想要像风落哆闺蜜，想要像风儿落哆儿。闺蜜，哎，这个都要拖一拍，有没有？后面都还有接着一拍，来，我们从头想嗦哆嗦嗦哆嗦嗦哆哆嗦哆西啦嗦嗦哆嗦哆来，想要乌鸟啊海角天边，想要。像风落哆闺蜜，瑞咪嗦咪咪瑞哆，瑞咪嗦咪咪瑞哆，哎，这两句一样的哈、哦，瑞咪嗦咪咪瑞哆，瑞咪嗦咪咪瑞哆，才知人生一出戏。人情有一个小的滑音要带进来，人情愈钝愈无味，才知人生一出戏。人情愈钝愈无味，啦哆瑞哆瑞咪瑞咪嗦二三，啦哆瑞哆瑞咪。瑞咪嗦二三，无应该袂记看天顶星。啦哆瑞无应该袂记看天顶星。嘿，有同学问我说：“老师，参像拄则这个无应该啊，我一下子。”忘了怎么唱，那怎么办？简单，我都直接去唱谱。拉西哆，拉西哆，那中间那个西不要唱，拉西哆，拉西哆啊，不就拉哆拉哆？哎，这下拉哆抓到了吧？那哆抓瑞，你抓得到吗？拉哆瑞，哎，对了，就是这样抓的。所以这个拉哆瑞忘了怎么唱，就这样唱，拉西哆，拉西哆，拉哆。拉哆拉哆瑞拉哆瑞，哎，这下知道怎么唱了，对不对？无应该袂记看天顶七二三，哎，二三要自己记得数啊。老师忘了帮你数的时候，你要自己记得数啊。林情来，林情愈钝愈无味。无应该袂记看天顶星，偌久诶，拄则是想买，即摆偌久来偌久毋捌二，欢喜二，过年二，哎，为什么都二呢？你看这里，刚才第一行的时候，教哎，鸟延长半拍，现在不成呢，捌。好，一个捌啊，捌的这个它要拖长一拍，两个二嘛，两个二半拍合起来就一拍。对，来嗦哆嗦瑞二哆咪二瑞嗦，偌久嗦哆偌久嗦哆
所瑞我久毋捌欢喜过年，咪啦咪西尔拉哆哆瑞咪，我久热情无带伫身边。好，我们从前面来，所多我久毋捌欢喜过年，我久热情无带伫身边，瑞咪嗦咪咪瑞哆，定定行起伫半暝，伫半暝在半夜的时候被惊醒来。瑞咪嗦咪咪瑞哆，定定行起伫半暝，瑞咪好，然后这个呢？刚刚隔壁是高帽子一，现在我们唱第二行，所以要跳高帽子二。瑞咪嗦咪咪瑞哆，对，跟第一次一样，旋律一样的哈。好钱，好钱啊！刚刚是人情愈炖愈无味，什么叫好钱被钱？好钱愈入啊，入甲袂喘开，入啊，这个这个字应该空音口啊，是个闭口音。好钱入甲袂喘开啦啦嗦嗦咪咪啦嗦遐打拼不知为虾米。唱到这里，终于两行副歌都唱完了。来，我们把两行，对不起，两行主歌，我们来把两行主歌给它连起来。来，1、2、3，想要乌鸟海角天边，想要像风落倒归暝，才知人生一出题，人情愈炖愈无味，无闲甲袂去看天顶星。我久毋捌欢喜过年，我久热情无带伫身边，定定行起伫半暝，予钱入甲袂喘开，遐打拼毋知为虾米，啦啦西啦嗦咪嗦咪瑞咪啦嗦嗦二，来，再来一次。细汉时，细汉的时啊，就是小时候啦哈。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小时候那个彩色的天呐，都不见了呢哦，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哈？来，这个细汉这个戏呢是后半拍，啦啦西啦嗦咪嗦，咪瑞咪啦嗦嗦。到底的岛呢啊，也是后半拍，所以这个天呢哈，彩色的天都爱延长半拍哈。来，细汉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位去倒呀位啊，来。细汉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咪瑞哆瑞咪嗦啦咪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咪嗦，零叽叽。来，我们看一下，零叽叽的拉咪嗦的头上呢写了一个3啊，那我们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3连音，可是脚底下又没有画线，有啦，同学，脚底下画一条线的哈，是1拍的3连音，啊，现在这个脚底下没有画，对不对？对，那就表示它是2拍的3连音，就是这3个音合起来要唱2拍，真的吗？你看前面哆瑞1拍，咪嗦1拍啊，然后
对吼，这首歌是4拍子嘛，一个小节有4拍，对不对啊？他们2个就占了2拍，所以真的，那这2个加起来一定是4拍，这样才会一小节4拍嘛啊，对，哆瑞咪嗦拉咪嗦，哆瑞咪嗦拉咪嗦。怎样落过天的冷叽叽？怎样落过天的冷叽叽？冷叽叽，冷叽叽，冷叽叽，好，这个3个字要给它断开哦。这个3连音的特色呢，就是3个音要分开，不要太黏哦。怎样落过天的冷叽叽？顶咪瑞哆啦瑞瑞嗦啦瑞哆瑞咪嗦，幸福啊是安怎？若像水行江一半，幸福啊是安怎？若像水行江一半。我们刚刚说细汉的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来下一句呢？怎样6月天？哎呀，6月天应该热哈，那一定记啊，这个气候都不一样了哈，这个天无照家己哦吼，幸福啊是安怎哈？那像水行江一半哈，这个镜花水月哈。幸福怎么会像镜花水月一样呢？啦嗦嗦咪咪瑞瑞哆瑞二，来，9星9月照无阮的影，9星9月照，这个9呢，第3个9呢有转音有滑音瑞要带进来，9星9月照无阮的影，影也有咪瑞，也有这个咪哦，咪呢转音要带进来，来，我们从这里呢。这个9星9月照无阮的影来，9星9月照无阮的影，啦啦西，反复记号，反复记号就都就这样啊，就是要把副歌了哈，副歌又再唱第2行副歌，副歌第2行，副歌的第1句是细汉时啊，那个俺家开始反复啊，咱家查咪爱哦，查咪爱来啦啦西哦，细汉时嘛是啦啦西，所以反复都一样了哈。啦啦西啦嗦咪嗦咪瑞咪啦嗦嗦。早暝爱做梦会去，今夜想去倒位？早暝爱做梦会去，今夜想去倒位？早暝爱做梦的鱼，今夜的今，来大家读看卖，今发现老师的错误，我在谱哪里错？金忘记空音口啊，金是个闭口音，要空起来哦。来，早暝还做梦会去，今夜想去倒位？怎样咪瑞哆瑞咪嗦拉咪嗦？怎样大路老得路空去？怎样大路老得路空去？怎样乃大路老的路空虚啦？哎呀，越热闹越觉得空虚啊，心里很空虚哦。来，我们从细汉的时来唱来，早暝海，细汉时来，1、2。细汉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怎样落过天的冷叽叽？幸福啊是安怎？若像水行江一半，9星9月照无阮的影，
昨暝爱做梦会去，今夜想去倒位？怎样大愈老得愈空虚？冷淡的夜都市。咪瑞哆啦瑞瑞嗦啦瑞哆瑞嗦啦瑞哆瑞咪哆咪瑞哆啦瑞瑞嗦啦瑞哆瑞咪哆，平淡啊，冷淡的夜都市，一声通演一出戏。要注意一下，冷淡念一下，冷淡淡是闭口音，冷淡不是淡，那是淡水河的淡，那是国语，好不好？冷淡淡要闭口来。冷淡的夜都市，一声通演一出戏，嗦咪咪瑞哆啦嗦哆儿，停停，嗦咪咪瑞哆啦嗦哆儿，停停，虽然随转音带啦，滑音带进来，虽然酸苦味，虽然天哦。虽然有转音、滑音啊，这个声也有滑音，虽也有啦。虽然酸苦味，虽然天儿停停，哎，接下来呢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遍。我们唱到这里，正好把第一遍唱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反复的后面的那一遍啊。那后面的那一遍呢，就没有那么长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唱到这边呢，虽然生可比，虽然天二停停。接下来间奏6小节，然后这个歌谱呢继续往下面走，停停停，手哆外久，来接第二小节，来。接第二小节呢但是接第二小节我们要唱第3行歌词，因为前面2行歌词我们都唱过了唱第3行歌词一样然后接下来呢五郎这个，因为这里就没有一的就没有第1行歌词，它只有1行嘛，那所以呢五郎要爱无勇气来一直唱到这呢又要接副歌可是副歌呢副歌有两抓，所以副歌又要反复，然后再唱个这安尼咱就当唱个完。好，安尼咱拄这呢咱拄这嘛是我们唱刚才也是从第1小节开始唱我们现在唱的这个其实也是第1小节的歌谱，怎么样？嗦哆嗦瑞哆咪瑞嗦有旋律节奏都一样，只是歌词不一样。来，我们就来唱后面的这一遍来。我孤儿，捌儿，期待儿，花开儿，我孤儿，塘边儿，无见月圆。有人为情点点水有人水点点，有人点点水啦有人为情点点水。有人来跳这里来，要爱无勇气儿，心底嘴不知为什么。进入副歌，细汉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位？怎样6月天的冷凄凄？幸福是安怎？若像水行江一半，照星照月照无阮的影。昨暝爱做梦会去，今夜想去倒位？怎样大愈老得愈空虚？冷淡的夜都市，一声这里要注意一下，一声。我们刚刚这个因为副歌
这个刚刚也唱过啊，也是要反复啊。现在又唱，现在也是有反复的第二行歌词，对不对？所以刚才呢，这里几细啊，然后我们汤就要跳第三，要跳这里啊，几细汤要跳你看这里1、3、1、3有没有啊？这里都1、3，所以我们要跳到这里，这里才有3呢。几细汤烟一出去，虽然酸苦味，虽然这里有没有3？没有。来，请你随意往下面跳，1、2、3。铃铛，头上有什么？凸扣打，来回到扣打，扣打几家？呀，多起一时汤烟一出去。我们现在唱第4遍了，对不对？虽然酸苦味，虽然甜，停耍啊，这样子这首歌才有结束啊。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爱最忙的戏啊，这首歌呢，因为主歌要唱3遍啊，反复3行，对不对啊？副歌也是2行又2行又各唱了2遍啊，都各唱了2遍，所以这首歌呢有一点长啊，而且这首歌呢这个节奏前面的节奏有一点大家不习惯，来，我们把第一段主歌呢，主歌这一段呢我们再把它唱一下，想要2。乌鸟啊，海角天边，想要像风落岛归暝。我们要把后面连的这一拍唱出来就对了。只要你有把它唱出来，那就不会错哦。夹在人生一出题，人情愈钝愈无味，无应甲袂记看天顶星。偌久第4拍就要唱，然后反复，捌欢喜过年，偌久热情无带伫身边，定定行青伫半暝，予钱入甲袂喘开，遐打拼毋知为虾米，进入副歌，细汉时彩色的天，到底走去倒边？比较难唱的节奏，比较大家不习惯的是什么？就是主歌啊。所以主歌呢，建议大家呢多听将会唱这样多听将会唱不会数拍子的时候呢，来看那多看岳云老师的这个前面的说明啊，手哆2，手 re 2 re 哆咪2。re 手2，就是这样，你就学我这样呆呆的数22222你数习惯以后就不会抢拍了啊。OK， 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大家号称很难唱的《爱最忙戏》，没有很难唱呢虽然有一点难，但是很好听啊。为了要好听，我们一定要把它学起来一定要把它学起来。那学会了这些数拍子的技巧之后呢，你就会功力大增祝福大家练唱愉快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爱最忙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